你好嗎，太太先生？我係 Stewardie，我有咗15歲，跟住咧我做嘢喺香港16年。第一次我做嘢去旺角花園街，就小朋友2個，一個男仔一個女仔。我送返學校，跟住咧買餸，整潔屋企。跟住咧，太太唔請我翻nhà呢結婚啦，太太先生。跟住咧，第二個太太，我做嘢去正義，我湊一個小朋友，男仔佢2歲，我做嘢8年去正義，佢唔請我，佢唔得啦，唔請姐姐，小朋友好大。跟住咧，我揾第個太太，我做嘢去馬鞍山6個月，佢就有意。我講同埋我公司，我食飯晏晝早頭早嗰啲，我太太唔俾啊。跟住咧，公司打電話佢，跟住咧佢就有意我啊。我而家翻nhà nè，太太先生，我好勤力做嘢喎，食煮飯，我識煮餸，跟住咧送小朋友，送學嘢，買餸。多謝太太先生。